嗱，香港、澳門嘅街坊過嚟內地旅遊呢，住酒店仲係要抄嚟抄去揾證件，太麻煩啦。嗱，而家呢3招教識你，一部電話呢就輕鬆搞掂啦。咁啊，第一招啦噃，打開微信小程序嘅海關旅客指簽服務呢，用回鄉證嘅 number 呢就可以申請呢個電子通行證啦。深圳灣同埋港珠澳大橋口岸呢都係可以直接掃碼過關嘅，全程呢都唔需要攞證件，比起呢個人工通道啊，至少快咗20分鐘嘅。咁啊，第二招啦，入住酒店嘅時候呢，打開呢個粵省市嘅 APP， 喺我的證件裏邊呢，添加呢個電子身份證。嗱，而家所有嘅酒店呢都係通用噶啦，簡單做個人面識別呢就可以入住啦，非常咁方便。咁啊，住民宿嘅話呢仲簡單，公安系統嘅微警務小程序呢，生成呢個臨時嘅住宿碼，喺前台嗰度掃碼登記呢就搞掂啦。咁啊，重點提醒啦，電子證件嘅有效期呢只有24個小時。非常咁安全，而且係即時操作、即時使用嘅，相當咁便利。咁啊，第三招啦，處理呢個交通罰單唔需要你再帶呢個證件嘅複印件啦，登錄呢個粵港澳政務通平台，用電子簽名嘅功能呢，在線就可以提交材料啦。咁啊，最實用嘅應該就係銀行開戶啦，中銀同埋工行呢已經係支持呢個電子證件辦理啦。嗱，視頻認證大概半個鐘呢就可以開設到賬戶啦。咁啊，以下突發狀況嘅應對錦囊呢，大家收藏好啦。部電話冇電呢，唔使驚，口岸嘅服務中心有呢個電子證件嘅應急打印機嘅，人面識別下就可以打印呢個臨時證明嘅。咁啊，證件過期呢，亦都唔使驚。廣東嘅出入境公眾號呢，能夠申領呢個電子版嘅延期回執嘅，作為過渡使用。嗱，記得將電子證件嘅截圖呢保存喺手機個相冊嗰度，以備呢個不時之需啊。最後提醒啦，每個月1號更新呢個可信嘅電子證件清單嘅，喺國家政務服務平台嗰度訂閱推送嘅。嗱，想要電子證件使用說明嘅港澳朋友，評論區嗰度留言電子證3個字，我 send 啲詳細資料俾你。咁啊，關注會長，下一期呢教大家坐高鐵點樣呢唔需要排隊攞飛。